另外来看这高雄丰地天高咧，这卫生局单呢是隆重去稽查354台工地，其中有170台是有生水池，这阳性率是来到4成8遐尔悬。今嘛疾管署长罗一军也特别去甲了解状况，针对着这社会主体工地呢，这碳排放上高的问题，伊是要求相关单位要加强管理。 甲砍伫材料顶悬的篷布，当年也拢掀起来切地检查内底是毋是有积水生水池。因为疾管署发现，这2年社会主体工地生水池的阳性率分别达到3成6甲4成6。署长罗一军车备专工落来高雄，甲市府的工地人员斗阵去巡查工地。果然，伫3明区这搭工地找到3只灰卡网的水池。卫生局表示，今年稽查354台工地，其中有170台查到生水池，阳性率有4成8。现在已经将工地列为稽查重点。 那整个高雄市目前的工地列管初估应该有到2000到3000左右。我们会针对重点的登革热高风险热区15个区，包含就高雄市的12个区以及仁武、凤山还有这个桥头这一部分会优先稽查。 除了工地网起生碳点多，要加强稽查管理。罗一军也表示，虽然高雄天狗日疫情已经连续7天无增加新病例，目前也是12例。不过因为天狗日的暗早期长，卫生局也是未当放令。卫生局表示，这阵仔伫高山甲3明区已经清出56栋的粪扫。目前防疫重点也是环境整洁，互网市无所在通挂，网无所在通秘。伫感染了后，甲发病这个期间上底是14天上长。 温也有到21至28天，所以总下强拢爱伫差不多1个月以后，开当讲清楚到底这波疫情是毋是有控制掉的。针对疾管署点名社会主体工地阳性率相关的问题，国家自导中心表示，因逐礼拜拢会巡查甲控桥防治生水池，后续会要求厂商落实环境的整洁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、高阳昌报道。